什么沙漠的手机会在这里啊？你的朋友是不是不来了？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先去吧。我刚才在 AI 宴会部捡到你的手机，谢谢，不客气。不过我替你关机了，有时候平静一下会好一点。我先走了。我是阿忠，我跟我的日本朋友去台中了。我想你一定是被更重要的事情耽误了。事情办好，我会坐末班车回来的。兄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兄，对不起。什么事情？这些都跟他们之间没有关系。我和李浩哲早在5年前就认识，我曾经对他动心过。但也只是一个晚上。当我在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金美丽的未婚夫。所以
一定会把他忘记。不过现在我至少知道我自己的敌人是谁了，我不会因为这样就退缩的。我要把你从回忆拉回现实，我要带你走到幸福的未来，我一定会的。我很少看你这么正经。对不起，我一紧张，就会手汗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花点时间去适应对方。你坐过车回家吗？我想要慢慢走路回去，因为这样子，离我晚走的时间就会长一点，可以吗？现在拨的号码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您现在拨的号码未开机。哎，你怎么不来试结婚婚纱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是郎才女貌啊？不想试。那你干嘛主动说要来陪我试婚纱？等伴娘跟摄影师来再说吧。我看你心情好像不太好，是跟任玲玲闹意见吗？不去找她。把你的电话收起来，等一下要你求我还你。整天打电话，看你找谁。拍照。不行，这是最下策的方法。我一定要忍。在我火山爆发之前，你给我过来！我有话跟你说。大门关起来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把手机关掉？我的工作没有规定一定要这样。